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6月17，旧历的5月15，礼拜一。新闻一开始，正大消息：高雄市长韩国瑜早起临时起来台北，到立法院拜会高雄市的立委，讲是要为高雄天9日的疫情争取补助款。所来是突然间转到立法院前院长王金平的办公室去拜会，这嘛是王金平退出到初选了后，两个人头一届见面。 高雄市长韩国瑜针对天9日的疫情拜会立委，嘛拜会已经退出初选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，两人到底讲什么？院长之前因为媒体都一直在报这个王韩关系，你有觉得韩市长今天是来跟你示好的吗？怎么会谈到这个问题？今天根本不谈竞选的问题。关系有修补好吗？觉得？这关系本来就很好，哪里有什么要修补？你怎么会很奇怪问这个问题？关心一下。没有这个问题我又不是候选人。韩国瑜雄雄走去立法院，伫拜会过程中，敢若拄到3名区域的立委，其他立委拢无伫办公室，就立委伫批评讲，韩国瑜专工到台北拜会立委，讲到天9日的疫情，这根本就是你做风看的尔。